嗱，今日咧要帶仔仔咧睇下佢面上嘅呢一塊胎痣啊，因為咧我驚佢越嚟越大，未來嘅話咧可能會影響到佢嘅心情啊，甚至乎有啲心理壓力。養兒100歲，長憂99啊，真係。好。胎記的話是出生的時候就有嗎？對。然後現在是有變大嗎？覺得它好像有一點點變大，顏色有一點變深，而且上面還有一點點毛髮。我們就討論它的那個過程啊。我們先讓寶寶先出去。可以啊，對，我們拿着水出去哈。這個呢叫黑毛痣，它有2種治療方式，一種是激光治療，最大的問題次數比較多，會形成個疤痕，它復發率高，所以它治療的次數可能會很多。對，我是說黑毛痣肯定是越小治越好，因為黑毛痣它是有惡變的可能的。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手術治療，遠期來講對它的效果更理想。我哋而家咧要去進一步咁去諮詢，究竟如果真係要做手術嘅情況底下，會有點樣嘅啲風險同埋效果。我本來以為咧佢可以即係噴幾次激光咧，仔仔呢個痣就可以搞掂嘅。原來咧醫生話係要拉開佢、鋸開佢之後再縫翻合，哇！比我完全想象中嘅完全唔一樣，而且仲要做全麻。嚟啊！Later。咁啱先，其實醫生都講話，即係佢其實呢一個痣佢會慢慢變大噶嘛，咁你始終都係要做噶嘛。係慢慢變大，大概係良性嘅，急唔急切一定要而家做咧？究竟應唔應該喺個小朋友冇意識嘅時候幫佢決定咧？你話事啦。唔係，即係佢而家係冇意識，但係佢慢慢你幼兒園啊，未來小學。我主要驚即係手術風險啊，各種咯。我而家擔心係到小學嘅時候，十零歲嘅時候去笑佢，咁我覺得喺佢而家3、4歲嘅時候咧。可能如果做呢個手術咧，佢嘅心理陰影會細啲咯，咁啊做㗎咯喎。同佢做下心理建設啦。Harry， 你會擔心有一點疼嗎？擔心。我要徵得你的同意哦，那你同意爸爸去幫你做嗎？好痛。所以可能到時候會有一點點疼，你可以接受嗎？睇嚟咧，仔仔仲有好大嘅憂慮嚇，咁啊，究竟做定係唔做咧？你哋話咧？嗱，蒸水蛋個個都識啦嚇，但係我有個辦法咧，可以蒸出酒樓咁亂喎，而且廚房小白都包成功噶。雞蛋攪拌起泡之後，千祈唔好直接加鹽噃，否則啲雞蛋容易偏鹹噶。準備一碗溫水，加鹽，再倒入雞蛋入邊。雞蛋同水嘅比例咧就1比1.5。攪勻之後，用濾網過濾啲泡泡，咁樣整出嚟更加軟滑嘅。水滾之後放水蛋落去，嗱，記得一定要攞個碟冚住個蓋，否則好容易蒸老噶。細火蒸佢6分鐘，再關火焗5分鐘。時間啊，係咪亂過 BB 塊面呢？湯水一定唔少得噶啦。今日煲翻個羊肚菌瘦肉4神湯先。羊肚菌呢要加澱粉，先浸佢10分鐘，比較容易去除雜質吓。太子參、淮山、茯苓、時實，加粒椰棗落去。湯料建議先凍水浸10分鐘。嗱，飛好水嘅瘦肉放入燉盅入邊，再加羊肚菌同埋湯料燉1個鐘就搞掂啦。風味烤腸加啲薯仔同埋元椒，空氣炸鍋200度烤10分鐘就搞掂啦。再炆多個鮑魚雞髀肉，簡簡單單又一餐。嗱，今日你屋企有咩好餸啊？今朝起身，海珠區又封控啦。好彩尋日買咗唔少餸，外父外母前2日嚟陪仔仔，今日煲翻個桑黃石斛貓爪草飲下先。呢個季節老人家飲特別好噶，記得要翻煲多2次啦。中午整翻個番茄炒蛋，嗱，教大家一個方法，保證炒出嚟咧同酒樓一樣啊！雞蛋記得加少少水，1殼鹽，1殼澱粉，再打翻個蛋，口感好好多噶。番茄咧就切十字花刀，用滾水渌佢30秒鐘，番茄浸皮一搣就甩啦。再切丁嚟到備用。嗱，你哋一般係先炒番茄，抑或先炒蛋嘅呢？花膠今日唔煲湯啦，整翻個花膠炆牛肉，記得牛肉唔好切太薄噃，放啲鹽、生粉、豉油、花生油醃佢10分鐘，炒熟之後備用。熱鑊放入浸過嘅香菇同埋元貝，炒香之後放片薑，再放埋花膠落去，加水冚蓋炆佢5分鐘。再放啲牛肉落去，淋上鮑汁，順便放4隻鮑魚仔落去，加少少水，焗多5分鐘就搞掂啦。保證你飯都食多一碗啦。嗱，開始番茄炒蛋啦，一定咧要用大火嚟炒蛋，先至會起呢種氣泡嘅。我咧就中意炒燶少少嘅。雞蛋炒完之後，一定要先滗起身，熱鑊爆香啲薑葱蒜之後咧，再放番茄，炒啲汁水出嚟，放入鹽、糖同埋蠔油。重點嚟啦！一定咧要加多殼番茄沙司啊，番茄味濃好多噶。最尾加上雞蛋炒勻佢，撒啲蔥花，酒樓水準嘅出品，咁咪搞掂咯。
仔仔中意食到停唔到口啊！湯水咧仲係要有嘅。今日煲翻個海參羊肚菌響螺片瘦肉湯。小朋友唔中意食飯嘅話咧，至啱呢味啦。再煎多2嚿牛排，簡簡單單又一餐。不過唔知道過2日仲有冇咁多食材。這已經弄掉了。嗱，今日咧終於咧下定決心，我哋要幫 Harry 嘅面上面嗰粒痣仔咧去標咗佢啦。咁啊，但係咧要同仔仔咧做足呢個思想工作先啊。之前咧仲未話俾佢聽今日要搞啲乜嘢㗎。因為已經提前溝通過，所以今日咧就直接去手術啦。我哋最終係選擇咗焗麻嘅。醫生話咧可以俾仔仔睇動畫片轉移注意力。我就看海洋世界。可以看海底小縱隊嗎？今天我們看一集很厲害的海底小縱隊，好不好？我不要。看熊大熊二可以嗎？不要。你是在撒嬌嗎？是因為害怕嗎？爸爸會告訴你不用害怕哦，其實什麼事情都沒有的，是這個嗎？對。終於揀好動畫片啦，家陣咧就要把仔仔交俾醫生啦。來跟爸爸 high five 一下，耶！好。唉，真係要入去攞，心入邊咧真係七上八落啊。正常嘅咧就係十幾20分鐘就應該可以做完㗎啦。咁啊，但係咧最艱難嘅嗰一關咧就係佢前期要打一個。希望仔仔要勇敢啲，男子漢。唔知道仔仔喺入邊點樣，會唔會痛呢？哇 ，Harry 小朋友，你好像表現得很棒哦。你疼嗎？剛才？不疼啊！哇塞，你太厲害了！要謝謝於伯伯嗎？不用謝，是你表現勇敢，坐一下。太棒了 ，Harry 小朋友，你看到你的痣了嗎？沒看。你看鏡子吧。哦，這裡貼了2個小膠布，我們只要不撓它就可以了。痣已經不見了。痣已經弄掉了。對。還有一點點痣。對，還有一點點痣。我們下次來請於伯伯幫我們沖一下水就可以了，好不好啊？我想把還有一點點痣弄掉，就很乾淨。對啦，就很乾淨了，你太棒了，點讚。就跟臉一樣乾淨。對了，就像這個臉一樣乾淨，太棒了你，點讚。今朝起身，廣州海珠區又封控啦，決定幫老婆燉翻個燕窩先。嗱，燕窩咧記得要用呢啲帶索完碼嘅，背後剪開之後，記得用純淨水泡發4個鐘頭。幫仔仔今日要整翻個炭燒豬頸肉，先調個醬料先，2殼花生油，2殼生抽，1殼蠔蓉，2殼魚，香菜根、蒜頭剁碎佢，攪拌均勻。豬頸肉切條之後，加胡椒粉，醃佢2個鐘。今日嘅湯水係花膠雞湯，放入飛好水嘅靚雞，再加啲雞鬆肉，湯料備齊，加片薑，燉翻1個鐘頭。抽時間咧陪仔仔玩下學習機，然之後仔仔就交俾老婆啦。我繼續燉我嘅燕窩，泡發好嘅燕窩撕成燕條。嗱，記得呢啲燕角位要捽開佢啊！你睇下一盞燕窩其實可以泡發出咁多㗎，加純淨水啱啱抹過燕窩水面就得啦。放入燉盅20分鐘，你睇下呢個拉絲幾靚，加啲石楓糖同埋牛奶，俾老婆潤一潤啦。好啦，豬頸肉亦都醃好晒，放入空氣炸鍋，180度嘅溫度烤15分鐘。呢個空氣炸鍋直接就可以睇到入邊食材嘅變化。再攞出嚟翻面烤多5分鐘，攤凍之後切片，哇！飯都食多2碗啦。花膠雞湯亦都煲得差唔多啦，放入尋晚泡發好嘅花膠，嗱，記得先剪碎佢啦，燉多15分鐘可以開餐啦。你哋話聽日煲咩湯好呢？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2人住，活到1000歲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邊多樂趣。有了你開心啲，乜都清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你好，係咪買燕窩啊？啲燕窩 OK 喎，喂，靚女同我嚟20斤呢？ 20斤，爸爸，燕窩唔係幾斤稱嘅喎。
唔，哎呀，唔好意思，繼續。哎呀，唔好意思，樂仔啊細路女唔識世界啊，20斤燕窩係嘛？係我幫你執啊。喂，樂仔你知啦，我屋企人多啊，係好快就食晒㗎。冇錯。我趁而家平啊，哎我咪買多啲儲喺度咯。應該嘅嗱，你同我入滿晒呢個袋，我地址你知㗎。知道。好啊，嗱，麻煩晒啊。好，一定送到你屋企門口啊！好嘿嗱，以後咧見到呢啲踏住拖鞋、着住短褲、拎住個稱一抽二掕鎖匙嗰啲，第一時間衝出去啊！小妹妹，你媽媽呢？今日終於俾我集齊咗4大天王啦！嚟，民生無小事，喂，關你哋咩事？多事。民生無小事，今日多關注。民生無小事，做家長嘅都關注啊！嗱，學生減負嘅重磅消息終於嚟啦！嚴禁老師向家長佈置作業，嚴禁要求家長同小朋友檢查作業。嗱，學生如果冇做完作業而夠鐘瞓覺嘅咧，先瞓覺啊！課外培訓班通通要變公益，即係唔准賺錢。哇！聽完之後咧，我哋做家長嘅春天嚟啦嚇，一個字爽啊！嗱，究竟點解要出台呢一個咁重磅嘅減負措施呢？視頻最後呢，我靜雞雞話你知嚇。嗱，措施要減2個負擔，第一個學校俾你嘅負擔，小學1、2年級唔准佈置家庭嘅書面作業，3到6年級咧書面作業唔可以超過60分鐘，初中唔可以超過90分鐘。嗱，我知你諗緊乜嘅？喂，佢以前都講過㗎啦。喂，但係結果咪又係作業層層加碼打回原形？錯，今次嚟真㗎嚇！如果發現問題，分分鐘係要撤銷教師資格嘅，問你怕未啊？嗱，一味佈置作業，其實邊個唔識啊？老師係咪應該有本事揸得住重點，通過好少嘅作業令到學生掌握知識呢？嗱，第二，減輕校外培訓嘅負擔。哇，呢個力度真係誇張，真係將啲校外培訓機構打回原形啊！校外培訓機構變成非盈利。嗱，好似語數英呢一類學科嘅培訓機構呢，節假日啦、寒暑假啦，唔俾上課喎。喂，咁幾時上課？咁唔俾上市融資添啊，仲要唔俾打廣告啊？咁佢哋點生存呢？唉，真係講句唔好聽，爭白紙黑字寫出嚟話唔准校外培訓嘅啫。所以呢一切究竟為咗乜呢？想你生2胎，想你生3胎啊！咁多作業要輔導，你夠膽生咩？喂，培訓機構咁貴，你夠膽生咩？覺得我講得啱嘅，入嚟點個讚啦！老婆生完仔之後變到又肥又醜，而家我睇佢一啲感覺都冇。想問阿樂哥點辦？嗱，啱啱收到啲粉絲私信，我同你講非常好辦，3招搞掂。各位男同胞，你跟住我學下，保證你老婆咧好似我老婆咁靚女啊！生完之後仲靚啲添啊！第一招咩普拉提啦，咩健身教練啦，咩產後修復啦嚇，通通都要安排上，唔使太貴嘅，大概咧10幾萬啦嚇，應該可以搞掂啦。第二招咧，你要請2個阿姨，一個咧專門湊小朋友，一個專門做家務，一個月落嚟咧4、5萬應該搞掂啦啩。第三咧，老婆想翻工就俾佢上，唔想翻工咧一個月俾佢10零萬零花錢，佢中意做乜就做乜啦。嗱，呢3招加起身唔係好貴啫，大概20幾萬你可以搞掂。只要你照做下，佢一定靚過你生仔之前。咩啊？嫌貴？咁你咪學下我咯，你自己煮多啲飯啦，做下家務啦，湊下小朋友啦，俾老婆足夠嘅空間，等佢繼續發光發熱咯。咩啊？你又嫌攰啊？知唔知你老婆點解變醜？攰㗎，做人老公又唔想出錢，又唔想出力，淨係識得喺度發牢騷。生個仔而家跟你姓啊，益咗你啦！今日咧係我陽嘅第7日，已經轉咗陰啦嚇，而且喉嚨咧就冇點痛過，全靠咧每日都要蒸翻個橙嚟食下。今日咧分享俾大家，新鮮嘅橙用鹽捽乾淨個表面，一頭一尾各切得刀，方便個橙立喺個碗度。嗱，表面咧滲上半殼嘅鹽，用啲叉篤幾下，等鹽可以溶入啲果肉入邊。水滾之後，隔水蒸15分鐘就得啦。食落去咧喉嚨感覺會舒服好多，仔仔都好中意食嚇。啱啱好翻咧，口味比較寡淡啲，整翻個砂鍋鱸魚換下口味先。洗乾淨嘅魚切成大塊，再對半切開，然之後咧加入生抽、黃豆醬、蠔油、胡椒粉、生粉、花
生油，揸勻之後醃製佢15分鐘。砂鍋燒紅之後，加入薑蒜紅葱頭爆香，然之後將啲魚咧平鋪喺上邊，將醃製嘅料汁倒入去，記得唔使加水㗎，中小火焗7-8分鐘就得啦嚇。趁呢個時間同仔仔玩翻兩局啱啱入手嘅變形金剛先。哇，兩父子都玩得好過癮啊！鱸魚焗得差唔多啦，鑊邊淋啲米酒提香，最後再撒埋葱花，比起蒸魚真係野味好多㗎，一定要試試啊！再煮多個糖醋雞翼，簡簡單單又一餐啦。屋企咧剩翻仔仔冇養咯噃，希望佢可以一直健健康康啦。仔仔咧終於咧都係中咗招啦！尋日咧就燒到39度半，今日咧就退到38度啦。我試下咧，網上好多專家都推薦嘅呢種葱白紅糖薑水俾佢飲下先。大葱咧要買呢種帶根嘅，要佢個根部位置，加啲生粉洗乾淨啲泥沙。養生壺咧煮滾700毫升嘅水，加入葱白、紅糖、幾片薑片，細火煮佢20分鐘就可以啦。記得要趁熱飲啊，發汗效果一流啊！再俾仔仔煮翻個加1滴水嘅雞湯，準備一個大碗，中間咧扣翻個細碗，將3隻雞髀放喺上邊，再放3片帶皮嘅薑片，隔水蒸佢個半鐘頭，趁呢個時間調翻個薑葱汁先，準備一啲薑蓉、葱花、鹽葱頭、蒜蓉、芝麻，攪拌均勻之後咧，淋上熱嘅花生油，再加2殼生抽、1殼白糖、少許鹽，唔使雞髀啊，你都可以送翻一碗飯啦。雞湯煮好啦，雞髀攞出嚟過下冷河，攞開個碗仔，你就可以得到一碗美味嘅雞湯啦。加啲鹽就可以俾小朋友飲噶啦。雞髀慢慢撕成碎條，再加上靈魂嘅薑葱汁，攪拌均勻，一啲都唔輸大酒樓嘅出品啦，炒多個青菜添，簡簡單單又一餐，希望仔仔快啲好起身啦。我係一名奶爸，今日係我嘅生日，朝早7點我準時起身，面都唔洗就去幫個仔煮早餐。仔仔醒咗，幫佢洗面刷牙，食完早餐放個仔自己去玩，自己求其咬2嚿餅乾就開始幫老婆煮早餐。望一眼叫都叫唔醒嘅老婆，真係好羨慕佢有我咁樣嘅老公啊！終於老婆醒咗，開始佢嘅精裝修，湊仔同唔湊仔嘅狀態一目了然啊！食完我嘅愛心早餐，同仔仔玩咗一陣，老婆就扮靚靚翻工啦，完全唔記得今日係我嘅生日。雖然幼兒園停咗課，不過都係要帶仔仔出去放下風，順便買餸，靜雞雞幫自己買咗中意食嘅大蝦。下晝我爸爸媽媽過咗嚟，我以為佢哋係為咗幫我慶祝，點知一入門口直接就同個孫玩咗起身。唉，如果倒退30年，佢哋應該一入嚟就抱起我。我開始煮全家人嘅晚餐，仲有我中意食嘅大蝦。飯煮好啦，老婆亦都啱啱好翻到屋企，一家人齊齊整整，有講有笑，其樂融融。除咗冇人記得我嘅生日。你屋企嘅小朋友咧辦咗呢個社保卡未啊？知唔知道咧？其實有個隱藏嘅慳錢功能噶。片最後咧，我幫你整理咗完整攻略噶吓。其實咧，好似而家換季啦，小朋友好容易感冒啊、發燒啊、咳嗽等等嘅，佢一次病真係好嘥錢噶。點慳錢？嗱，可以將小朋友嘅社保卡同大人嘅綁埋一齊。嗱，咁樣小朋友睇病咧，可以直接碌爸爸媽媽嘅社保卡啦。就算佢自己嘅報銷額度唔夠，都唔使驚噶。而且綁定咗之後咧，除咗可以睇門診之外，仲可以攞嚟打疫苗做體檢噶。只要喺社保定點醫院，通通都可以用啊！綁定社保卡3個辦法整理晒俾你啦，快啲點讚收藏啊！呢個古仔，如果你嘅小朋友捱唔得苦嘅話咧，記得話俾佢聽。14歲嘅全紅嬋用破紀錄嘅方式攞咗女子10米跳台嘅冠軍。賽後咧，記者採訪佢話：你攞咗冠軍最想做啲乜嘢咧？佢話佢想賺錢俾媽媽醫病。呢個係一個寒門貴子嘅故事。全紅嬋係湛江人，係我哋廣東人嘅驕傲。但你知唔知道呢？佢出世嘅嗰個湛江麻章區嘅埋合村呢，有400幾戶人家，其中30幾戶係低保戶，而全紅嬋屋企就係其中之一。你可唔可以想象14歲嘅全紅嬋奧運冠軍，居然冇去過動物公園，亦都冇去過遊樂場？佢個媽媽因為車禍肋骨受傷，睇病幾乎掏空咗佢哋成頭家。如果唔係因為練跳水嘅話，全紅嬋好可能嘅結局就係幼年輟學，跟住去打工賺錢。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小小年紀嘅全紅嬋，佢就知道如果唔苦練跳水係冇辦法讀書，亦都冇辦法幫媽媽去醫病。所以佢係全隊入邊訓練最刻苦嘅一個，每日要練400幾跳，終於一戰成名。作為一個爸爸，作為一個家長，睇完呢個故事，除咗感動之外，我哋仲有咩收穫呢？
第一，無論你嘅家庭條件好與壞，係咪應該令到小朋友知道生活嘅唔容易、賺錢嘅艱辛呢？係咪要令佢知道幸福嘅生活咧，唔係爸爸媽媽俾嘅隨手可得嘅，而係要自己去爭取嘅呢？第二，係咪適當嘅要令你嘅小朋友捱啲苦呢？當然，我哋未必可以去做運動員，未必可以為國爭光，但係當佢做一件事情堅持唔落嚟嘅時候，當佢真係有機會受傷嘅時候，你有冇心軟呢？141年嘅我哋呢一個廣州陶陶居咧又是重新盛大開業啦！你睇下幾靚，一陣間咧帶大家睇下入邊個環境，同埋咧今日咧樂哥有個好重要嘅任務咧，就係幫呢一個飲食界嘅呢一個盛事咧做一次主持人重操舊業。波哥，使啦，裝個笑。好啦，嚟到4樓呢一度啦半年前嚟嘅時候呢度仲喺度裝修緊㗎，而家睇下咧佢變成咩樣先哇！141年前如果你要迎娶一位西關小姐咧，喺咁樣嘅陶陶居嘅大廳咧，先至有排面㗎。我哋再嚟出邊睇下呢一個南海康有為咧，都應該有份喺呢個亭度咧乘涼過。當時咧喺呢一邊西廣州城咧，應該係一個至高點嘅建築嚟㗎啦望落去咧一覽無遺。嚟到呢一個陶陶居呢一棟141年嘅建築咧，一定要上5樓睇睇嘅。成個西關城盡收眼底當年咧好多啲東山少爺為咗咧討好我哋啲西關小姐咧，都係喺呢度咧擺下盛宴招待佢哋嘅哇！呢度仲有一間房叫做陶陶喜今年嘅年30晚，我估計而家呢間房咧應該已經訂出去噶啦。我哋活捉到一位陶陶居嘅總廚新哥大家好，今日開業喎，心情點樣？非常之興奮嘅啫。有啲咩要推薦俾大家？我哋有套餐有啲新菜發財好市發財好市都有，快啲嚟陶陶居啊！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現場嘅廣州街坊，大家早上金錢都有運氣喎，高高舉起天生發財。各位，我哋搬新屋啦，帶你睇下我哋一家3口未來嘅精緻小屋。首先咧電梯出嚟咧就係一個入戶花園，咁我哋呢度咧就因為我哋屋企咧啲雜物比較多所以咧就放咗一啲安排咗一排嘅雜物櫃喺呢度，咁就非常之襟使噶啦跟住呢度咧就係我哋嘅廳啦，老婆咧專門咧喺呢度咧整咗個風水魚缸。沙發咧就比較簡約嘅，咁電視機咧而家仲未整，到時咧就唔整電視機啦，應該咧就會整翻個幕牆喺呢一度嘅。咁睇睇我哋出邊嘅景觀陽台嘅景觀今日落雨睇得唔係好清楚。下邊咧就係學校，呢幅畫咧就老婆自得意之作啦。跟住咧就係我哋嘅 B B 房啦，呢個 B B 到時係瞓上邊。呢張2米嘅床咧，應該咧佢高過我咧都夠瞓噶啦。然後咧呢度下邊咧就係一個趟籠嘅書櫃，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可以趟籠嘅。然之後呢度有各種各樣嘅櫃啦、收納啦，咁再嚟睇下呢度有洗手間。咁我哋咧老婆咧就覺得咧洗手間係一件好緊要嘅事情嚟嘅，所以咧專門做咗3個洗手間嘅。咁呢個咧就公共洗手間，公共洗手間咧都係有可以淋浴嘅地方嘅。然之後呢度隔離咧就係一間雜物房又好，衣帽間又好，或者書房又好。跟住我哋再嚟睇下主人房。咁主人房咧，因為仔仔咧一定話明咧要浴缸嘅，所以我哋咧就專門喺度咧整咗個浴缸。然之後咧，呢個馬桶咧全智能嘅。我研究咗好耐，都研究唔到究竟呢個屎坑應該喺邊度沖水，因為佢係冇沖水嘅地方呢個牌子好鬼貴嘅，大家知唔知道呢個牌子？跟住原來咧，佢係喺呢度咁細個見到你沖水喎。你話係咪巴閉？好啦，咁睇下我哋嘅房間主人房，海馬嘅床墊，多謝海馬。呢度有個櫃啦，然之後呢度已經擺咗少少嘢落去啦。咁每日咧就可以睇到仔仔放學啦。咁嗰邊咧，其實呢度窗簾遮住咗，都有一線光景嘅。呢邊就老人房啦。佢全部咧都做咗啲入牆跟住咧入戶嗰啲櫃好似呢啲地方咧，你唔好睇到唔起眼喎。其實佢打開之後咧，都有翻咁上下大喎。嗱，呢度下邊都有。我最中意咧就係佢哋呢一啲咁樣嘅設計咁包括好似喺呢一個地方，都有收納嘅一個空間嘅。咁老人房呢一度咧都有一個洗手間獨立嘅淋浴呢啲咁樣嘅。所以我哋呢一度咧雖然係100幾方，但係咧係有3個洗手間嘅。再俾大家睇下廚房同埋呢一個陽台啦。咁呢度咧會有一個隱藏式嘅冰箱一個冰箱。咁基本上咧夠晒我哋用噶啦。
呢度各種各樣嘅可以收納嘅地方啦。呢個好中意嘅，可以下層式嘅。你攞調料啊嗰啲咧，就可以放喺呢啲地方咧，就唔使話有時咧就覺得好牙掟啊，放喺下邊呢啲地方。咁啊呢度係抽油煙機，然之後呢邊咧，我哋咧係做咗2個滾筒洗衣機同埋1個烘乾機，一個滾筒洗衣機同埋1個烘乾機，咁就基本上唔使晾晒衣服都可以噶啦。咁啊當然你要晾晒咧，都有一個衣架嘅。你聽鑼鼓響一片，聲聲送舊年。你看大家多歡暢，個個樂綿綿。歡呼聲、歌樂聲，響徹凌霄殿。齊聲恭祝你有個歡樂年。咁耐，你有冇嚟過陳家祠啊？今日同你講下你唔知道嘅陳家祠。走，陳家祠嘅真名咧，其實叫做陳氏書院。佢係120幾年前廣東72個縣嘅陳姓代表一齊捐資建造嘅，係陳姓子弟一間豪華旅館。陳家祠嘅建築咧有7絕，首當其衝嘅就係木雕啦嚇。嗱，後面呢一塊大屏風就係代表作啦，一共有4面，令到入邊嘅景緻係若隱若現嘅。據講4面屏風係可以打開嘅噃，只有貴賓嚟到嘅時候咧，先至會開門迎客。不過新中國成立到而家，佢一次都未開過。屏風嘅雕刻巧奪天工，有冇睇出我身後呢一幅實際上寫咗個咩字呢？嗱，呢度嘅竹字咧嚇，全部咧都有蟲洞嘅，即係老竹，寓意係大器晚成。其實係為咗鼓勵咧，當年啊嚟到省城趕考嘅人咧，考一次唔中唔緊要嘅，一定能夠節節高升，大器晚成。唔講你唔知喎，呢個福字咧，其實拆開係2個字嚟嘅喎，有冇人認得出啊？評論區話俾我知啊！陳家祠建築第2絕咧就係彩繪啦，好似我身後呢一個門神，有成4米幾高，係嶺南地區至大嘅門神啦。門神上邊呢2位將軍係邊個？你又知唔知呢？千祈唔好貼錯喎！陳家祠嘅石雕咧都好有特點嘅喎，有冇人認得呢個雕嘅係乜嘢呢？冇錯啦，就係水果當中嘅釋迦啦，仲有菠蘿啦、楊桃啦、蘋果啦，好多品種嘅，誓要將供品直接擺上台。陳家祠嘅第3絕咧就係陶塑啦，好似我哋身後屋檐上邊咧一排都係我哋佛山石灣嘅陶字嚟嘅，全部咧都係戲台上邊嘅人物啊，你方唱罷我登場，而頂上有2條鰲魚，寓意係獨佔鰲頭，俾我哋進省城趕考嘅舉子們咧一份祝福。陶塑嘅下邊就係灰塑啦，係攞石灰加上糯米、紅糖、稻草、草紙等等一層一層疊上去嘅。
嗱，當年咧點樣先可以喺上邊上色咧？就一定要我哋嘅工匠藝人爬好似後邊咁樣嘅腳手架上去先至可以做得到㗎。你想象下，當年做呢一個灰塑嘅話，要幾大工程啦？灰塑好多都係反映咗我哋羊城嘅風貌嘅，好似呢一幅叫做越秀連峰，反映嘅咧就係越秀山腳下嘅美景。嗱，鎮海樓咧都包括在內㗎。我所在嘅地方咧叫做青雲巷，嗱，抬頭咧可以見到青天白雲，而背後嘅梯級咧就係層層疊進，寓意步步高升，平步青雲。而呢一幅作品上邊係一個大嘅篇幅，下邊咧係一個寶瓶，寓意福到平安。陳家祠仲有一柱咧就係磚雕啦。你有冇見過西方嘅小天使着住中國嘅土兜紮住髮髻嘅咧？充分表明咗100幾年前啊喺廣州呢一個開放嘅大都市入邊中西文化嘅交融。據講陳家祠當年修建嘅時候真係有人高中進士嘅噃，所以如果你希望平步青雲，希望金榜題名嘅話咧，一定要嚟陳家祠睇睇啊！呢位係我嘅老婆，我4歲仔仔嘅媽咪。媽媽是公主。身邊嘅朋友都抱怨話做媽咪捱得好辛苦，但我老婆就嚟40歲啦，就越嚟越靚噃。秘密我呢一個24孝嘅老公，朝早爬起身煮完早餐再叫佢起身，有時仲要動用埋仔仔幫手添。奶吧。個仔由細換尿片、半夜餵奶到大少少帶佢探索世界，我都好享受其中。幫一家人煮飯更加係我嘅樂趣，而老婆帶人落廚，分分鐘啊狀況百出咯。係咪呢個？係咪呢個？乜你哋以為我好委屈咩？其實係因為你哋睇唔到我老婆嘅魅力啊！做媽咪唔代表要放棄自己嘅夢想啊！生完 Harry 仔2個月，老婆就為咗做好綜藝節目嘅製片人，選擇去英國進修。仔仔10個月大，佢就帶佢去美國，成為巴菲特股東大會最細嘅聽眾，甚至乎花咗2年嘅時間攻讀香港大學嘅研究生，因為佢想做一檔更加出色嘅綜藝節目，因為佢希望成為更加優秀嘅自己，俾仔仔一個好榜樣。媽咪、妻子嘅角色其實唔係只有柴米油鹽噶，應該可以做翻佢自己，更加自信、充滿愛同埋夢想，咁樣嘅一家先至係幸福嘅模樣嘛。我係奶爸樂哥，一個42歲嘅中年大叔，今日要為呢一位馬上生日嘅靚女打抱不平噃，佢咪就係我老婆咯。曾經呢，我都係一個光鮮嘅新聞主播，中山大學嘅碩士生。當我選擇翻屋企湊仔嘅時候，有人開始不斷地喺網上鬧我老婆，話佢自私啦、不負責任啦。其實你哋見到嘅係我老婆做電視台主持人、製片人嘅一面，背後嘅付出大家又知道幾多啊？老婆咧喺34歲嘅時候先至有咗 Harry 仔 ，BB 出世嘅前幾日，佢就頂住個肚去錄節目。生完 BB 之後，老婆成日都腰痛。對於一錄影就要企7-8個鐘頭嘅綜藝主持人嚟講，痛苦可想而知。佢選擇堅持，甚至乎仲增加工作強度，做埋直播帶貨添，都係為咗賺多啲錢，幫補下頭家計啫。點解男人喺出邊打拼冇時間顧家，大家就覺得好正常，而女人花喺工作上嘅時間多一啲，就會被貼上不負責任嘅標籤呢？女主外，男主內，本來就係當初 Harry 仔出世之後，我哋2個人嘅約定嚟㗎。到乜嘢年代啦，咁都要戴上有色眼鏡。況且老婆一直都好努力做個好媽媽、好妻子嘅，即使每晚9點幾翻屋企，只要仔仔未瞓覺，佢再攰都會陪 Harry 仔睇繪本、玩遊戲。一到週末呢，我哋就會帶仔仔出去玩。為咗我，佢努力學煮飯，努力保持身材同埋狀態。結婚12年啦，我好慶幸一路有佢陪伴。21號晚黑，我都會喺直播間為佢打造一份驚喜㗎。老婆，我愛你。我向大家恭祝一句，恭喜發大財。我要為你祝福一句，愛侶相團圓。花開千萬朵，生意長興旺。財運亨通福星照，處處揾大錢。大家還記得那個一個人被放在了外賣車上哭着找爸爸的小女孩嗎？經過好幾天的努力，我終於找到了這個小女孩，但此刻的心情其實很矛盾，到底是應該指責這個外賣小哥為什麼狠心的將女兒放在外賣車上呢，還是應該關心她？其實生活真的不容易呢。走，我們去了解一下。你好，您是站長是嗎？對，我想了解一下這個騎手的一些情況啊。他之前入職的時候，我們就發現他還有個小女孩，家裡特殊情況沒有人帶，所以說我們站點也做出了就單獨的騰出了一個房間給這個小女孩去玩休息。平常時間我們站點值班的管理都會去帶這個小孩啊，買點零食給他們吃，都有在做的。我們汽車小哥回來也會逗着這個小女孩玩。您好，你好。
首先可能要抱歉了，我也不知道我拍的那个视频会不会对您带来一些困扰啊，不知道没有给你添麻烦了，首先要说个抱歉。那其实为什么要把它带出去呢？然后你要看他意愿的，知道吗？在这里待着你才能放，他不肯在这里待，他会大吵大闹的。知道这样会影响到他站长他们的工作，你不能耽误到人家工作啊。那其实当时您不担心吗？你说不担心是假的，现在治安也挺好的，知道吗？再加上人的素质也相当于比较高的，有时候我也会跟保安嘱咐一下，帮我看一下我送个餐就出来，他们的有时候都会帮忙的。也相信我们这个城市是有爱的，其实挺温暖的。是你看我有时候送他进小区啊，有那些娱乐设施，我都会放着在那里玩半个小时的。就陪他玩半个小时。我就坐那里让他自己在那里玩半个小时再出来，我都玩够了，我这种能赚顿饭钱就行了，我的要求也不高是吧？